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真。今仔日应该要放炮啊，安怎讲？医生，总算未暗算吗？200多天将伊复位送出门，国民党讲为国相润。那么执政党抽出来执行718亿，敢是算作润呢？今仔日咱来看，调野和谐敢有希望？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国国民党立委谢依芳，大家好。第二位民主进步党嘉南市市议员郑文婷，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台湾民众党政策会副执行长徐文乐，各位乡亲、时大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那么继续，咱就来关心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已经延期200多天，调野总算是协商同意。今仔日行政院长报告顺达结束了后，复位审查。依照目前立法院的规划，总预算案有机会在6月中旬来三读通过。那么今仔日下晡先处理718亿的新兴预算，包括你逐工会出门的 T-Pass。另外，行政院今仔日补提名的3个中选会委员，那么议长杜英台希望国会赶紧通过相关的人事案。经过立法院调野党团协商同意，行政院长杜英台21赴国会报告备询后，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就会当复位审查。杜英台表示，会用上大的诚意来做，期待立法院赶紧审查权力。经过了200多天的延宕，第一个希望能够速审、尽速的审议；第二个，尤其在面对最近这种中东情势，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能够合理的宽列。不过，续落来进入实质审查，在野党早就传好咧等啊。国民党团锁定媒体宣传会顶，民众党团是对照监察院预算，强调会监院的立场。对军人加薪、有警消人员退休金等预算，半年来敢会有行政院的版本？那也要求杜院长爱伫现场回应。你们修法的现在的未来的考量是什么？政府过去到现在对军公教的这个福利待遇从来不会不予考量，而且非常重视，不能说是不多，但是应该还有更可以加强的地方。针对718亿的新兴预算的这一包，那民进党团提出来的解方就是立法院必须承诺在审查预算的时候不得删减。今天就会马上处理这个718亿，对，动之今天就开始。地人事案的强局是包括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加中选会等机构。杜英台表示，会补提名3个中选会委员，嘛希望立院会当加速审查。日前第10会后，北京提出对台10大政策，上总邀集产业界，呼吁政府爱正视。杜英台是回应所有涉台措施应该以公权力做协商基础，嘛表示政府已经做好准备，用优先、公开、诚意的态度，愿意主动邀请对方协商。政府也会跟业者与人民站在一起，一致行动，共同呼吁，中共要扬弃，这个对台统战分化的政治操作。你们有致电给商总的成员？他没有回我电话，但是他应该知道，我们只有关怀支持，没有所谓施压。传出陆委会预算同款嘛，互南亚锁定台检。邱瑞正表示，虽然资源无大，不过陆委会、海基会的同仁拢积极努力维护国家主权，因为对业者和人民的守护，大家应该拢看得出来。记者综合报道。一般咱观众朋友无一定真了解这个预算案安怎通过啊？上无你知影讲这摆延期了足久，但是是不是上久？我小咱请委员来给咱解说一下不过，这摆还佫附带一个讲新兴预算，就是讲毋是过去这个有类型的这个预算案今年有出来新出头的这718亿用适用预算法第54条这第2部分咱小安来讲，我先来问谢委员，
即摆敢是上久？要安怎讲咧？若讲去委员会审查总委以上的话，即届是上万，一届去委员会开始审查。以委员会来讲，上久。对。啊，毋过咱知影吼，伫96年度的时阵，嘿，2007年。嘿，2007年阿比亚总统的时阵，6月15号，伊迄总议审甲完成审查。三读通过。对，三读。三读了，你知影安那无？搁爱去总统公告。嘿，顶年是1月份通过，毋过3月份总统甲公布。因为搁有中搁有复议啦，啥物的即个申诉啦，等等，所以这是上万一届来委员会审查。毋过大家若审查足顺势的，足紧的。讲要紧嘛，真紧。对，伫6月15号进前来完成审查的申诉，就是伫议会三读通过的话，安尼个毋是上万。所以那这个气温看起来，你感觉有机会超过无？还是讲有机会赶紧个6月15进前就结束了？即摆气温来看，爱看讲即摆气温啊。好，即摆气温，我想搁有足侪问题，爱来讨论。搁袂使放炮搁有中选会的即个人事案。对无？检察委员的对，检察委员等等，搁有足侪。这我袂使讲，这涉纪新闻我袂使讲吼。这阮公共电视我都莫讲。但是搁有军购案。军购案，特别军购案。所以真有机会会当。军购案是条例审过了后，伊甲提出议审。所以条例是一项，议审是一项，其实过去嘛有讲条例会使修足侪改的，议审，你知影无？因为伫迄疫情的时阵 ，COVID 的时阵，佮有讲，发现讲无够，佮加，所以佮爱定修这个条例。迄算做英语叫做 happy problem，还叫做快乐的问题。但是主要不是快乐无快乐，快乐的问题是你看讲为什么的角度来看是快乐啊，对无？就有通心就是快乐啊！我即摆无通心，我就像民进党安尼一直吊顶安尼，当然们大家都无快乐啊，是不是？我嘛要甲你报告，咱台湾的医生，个像你这讲的医生法的54条讲的，咱无像美国医生若无通过，个无。拢无通发，薪水公务人员薪水发袂出来。对，公务人员搁有这所有的法定的医生，就是袂使抬的，袂使抬是占大部分啦。所以这拢袂影响到一般的公务人员，搁有咱公务机关要执行咱所有代志。你安尼讲的意思是讲，以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其实70%拢无影响，所以呢。该安全就安全，该杀就杀。问题就是因为咱即马伫立法院两边抬价足严重的，像即届军警这个部分。无啦，人即马行政院讲卖啊。我是咧讲这过程啦。过去咱立法院送出去的法律案，行政院就是复议，搁有附属嘛。即马伊无爱复议嘛，无爱附属，嘛无爱执行预算，变做本来其实迄718亿，过去咱一定讲，新兴计划迄提出的718亿，伊会使先抽出来，先抽出来审查。咱顶会期已经讲过啊，伊会使用一丝啊嘛，毋过行政单位伊个毋敢用啊。即马气氛改变。对啊，伊个是毋敢用啊，其实伊迄阵个会使用啊。你若无爱的时阵，你嘛会使讲，咱嘛会使过来协商啊，讲你会使当几 percent 嘛，对无？你会使当几 percent？ 毋过即马拢完全拢会使互你用啊。你在恁党内是较务实哦，恁党内嘛有
无，我甲你报告，我甲你报告。不敢，你请讲。主持人，我甲你报告，迄是正常的法律的国家来讲，那行政院照立法院通过法律案执行的话，咱个会使按照，你知影无？这个经书就是大家拢照行。啊，若无按照立法院的通过的时阵，当然咱个变做讲，大家即马毋知影行到倒一步去啊，变做两边拄伫遐嘛。行政院甲立法院两边拢拄伫遮嘛。啊，即马是好不容易有一个台阶。有一个楼梯会使落来啊，吼！啊，大家开始审议算，咱当然希望讲6月10号进前，咱的气氛做好诶，啊，咱会使准时，毋是讲准时啦，莫超过过去上晚的时间，啊，希望讲会使早一日会通。来，我来先听咱这党的心声哦，强要吊顶，啊，即马有通落来，但是一如他都要赵委员所讲的，进前叫你先抽出来创立外，啊，是为着这军人待遇的条例，甲警察人员人数条例，但是即马，行政院就讲啊，在不影响安全如此这般之下，我会当来处理，但是我会马上来执行。咱这种拢即马是啥物想法，啥物气氛啊？我想即马在野党拿北两党的立委，因是认为讲，你都718亿、718亿的部分，你都先解冻先去执行嘛，因为咱要互军公教会当调薪，会当增加收入，这是大家的共识，所以就先去执行嘛。这大家拢有共识的所在先去执行。但是咱看，咱的预算法54条，敢有安尼讲？较我讲着新兴支出，但是迄是头尾4字啊，伊新兴资本支出及新增计划，也就是讲，你来亲像咱的这个军人还是警察的这个人事待遇人事条例这是因的薪水，这是因的待遇的部分，这干资本支出，不是吧？这个新增计划，这个新增计划，你就是要甲咱家的军警改调整因的待遇嘛。简单讲就是安尼嘛。那所以你就是违反着预算法54条。但是这个部分，咱的院长伊伫个这个15号的朝野时啊，伊嘛公开讲，无要紧啦，咱半年以来，因为即马咧视线嘛。对吧？所以咱半年以来，咱这预算拢互伊过。半年以来，咱提出新的这一个预算，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感觉安尼是很有诚意的一个做法。咱爱知影你有感觉这安尼较两全其美吧？拜托，拍者主持人，我安尼讲，因为咱迄个特别这两个特别条例是法律案嘛。法律案了后，你要编预算，你袂使去年编的预算用后壁的法律来讲，即我编的这内底，袂安尼讲嘛。你的预算是去年的总预算，咱是去年的总预算哦。你即马这个条例还在视线当中，你条例也许半年中间大法官会当做出改选，安尼是上好。若是无，看用怎么样的一个。政党协商或什么方式来解套这个问题了后，伫个下半年都会使提出预算案嘛。来，议员我得到2个结论。第一，赵议长讲，我会当用政治的智慧来想，我来用方式来改变。但是对赵委员恁来讲，我这本队就是应当正前的，你即马正当的，你就先甲我处理掉。就好啊，莫搁安尼砍切，是这个意思吗？国民党？伊是讲半年之内，议长个一定爱讲半年后，就是爱伫迄半年有，拢爱拄甲安尼拄啊好，就是半年，伊个要提出军人的这个条例甲警察这个条例，伊甲来通过安尼。我要讲的是讲，其实去年。顶会期，咱个合商，唔是讲解冻哦，是合商哦。合商讲，这新的计划会使先来用。毋过
行政院伊就讲伊唔敢用啊，伊唔知影讲要用偌济啊。毋过只要通过立法院协商的，个会使来行政院个会使大胆来做嘛，因为这伫协商内底个讲啊嘛。啊，这部分为虾米行政院袂做？是因为过去较济个物件啊，用甲安尼行政院啊，议长要做，还是无爱做，大家拢爱看议长的面色啊。议长若无讲话，遐下面的部会拢唔敢做啊，变做安尼啊。其实若按照过去伫立法院协商过，这718亿的新生计划，应该个会使开始慢慢啊来做啊。毋过，伊个是无做嘛。嘉惠啊，这吼，往我的立场就是，我若有立场就是，往事莫搁再提起，咱就想讲以后要安怎行。啊，你有同意杜议长讲，半当之内提出这个预算案，哦，啊来支持这两个这个法案，这两个这个军人啊，甲军人这个公务人员的加薪，你有同意无？同意啊，这大家拢同意的嘛，啊，大家拢加薪来就好嘛。对啊，啊，就是要来审查这个预算。安尼我先问民众党的立场，民众党有感觉讲袂使，恁这吼乌鲁无济，你是非不明，哦，是就是，唔是就唔是，对一定你当初是就不应该安尼，哦啊，这个咱就安怎？民众党是啥物立场？当然，咱若要讲过去的是非来讲，大家拢有一道啦，吼。那么我当然嘛会感觉讲，当初行政院长加减有一个结亏啦，吼，啊，所以会造成即马这个僵局，吼。但是像主持人安尼讲，就讲即马很过啊，吼，咱即马向前看，吼，未来像谢依凤委员较早有提醒的，佫有几啊项吼。可能有变化。我睇伊咧讲的时候，我就担啊，哇，佫较济咧咯。所以即马就是讲，有几个物件的生意先出来了，咱会感觉讲，迄是真的是要互相降温，啊，可能就会往较好的方向来行嘛。比如讲，迄警校的迄个医生，虽然讲半年，我是想讲中华民国的即个公务员吼，要算讲加薪要偌济医生，应该是免半年就做会起来吼。啊，既然行政议长就安尼讲哦，啊，大家都无啥意见，不要紧，就照安尼做吼。啊，正经有咧做，正经有咧行。我相信医生的部分都慢慢会付诸表决啊、实行啊，吼。所以今日下晡嘛是讲718亿这先过嘛，吼。所以这部分，因为像较早谢委员嘛有讲到吼，咱台湾的这个医生吼，甲美国无共款，美国医生也无过，迄是啥物？连薪水拢发袂出来，台湾毋是，吼，台湾只有新增的部分。哦，旧年、往年照行的物件，迄拢袂影响到，迄拢袂影响到。所以咱中华民国政府，佮当嘛无安那，嘛无讲公务人员无领到薪水，拢无这种代志。吼，但是毕竟规医生案照讲拢爱照迄个期程安尼互过，安尼较是合理啦。吼，但是就是讲府会长期以来这不信任造成的嘛。啊，即摆希望讲，自即摆开始往好的方向来行。是，这是民众党的立场嘛吼。但是小等我来问军购吼，民众党今日主席佮公布共款的话哦，迄小等再来讲吼。我要请蔡老师吼，你来分析吼。目前即马这是往好的方向咧行，好的方向就是讲和解，啊会当照聘照行，啊甚至连军购案啊可能会当通过，啊而且6月15号进前就一切 OK 解决起来。我看是无遮简单啦，因为是安尼来讲，你用法律要通过医生，当然是论啊。宪法当然是规定讲袂使增加医生，但是伊就是甲你用法律一直通过。啊，用法律一直通过，你若较大条的话，变做行政院伊爱去找钱的，包括立法院嘛爱找钱，讲你这钱要对来啊。啊，即摆是安尼为着军警消这三种的因素，咱要甲加菜，但是你的道拢无开呢，你总医生的道无开呢，为着要甲因加菜，但是你总医生的道无开，偷取遮尔济啊，毋是干那顾这3项啊，而且因过去蔡英文总统、赖清德总统应加4届啊，他10几%啊，吼，咱嘛袂当讲吼，因这3组的人，咱要甲加薪，毋是毋好啦，但是毋免绑其他的条件啊。互遮个人
感觉讲哦，安尼袂使呢，我为着要甲阮加薪，但是其他医生竟然无信啦。其实问题是出伫遮啦，山还山，海还海啦，吼，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啊，这个医生的部分，过去有真正有较长的，但是咱学好的啦，莫学迄个讲拖到6月份啦，因为新的医生8月份就去上到入院。如果呢以6月15号进程来解决所有的预算案，吼，应该是用什么态度，甲什么用政治智慧，就是讲掠大放水，咱莫甲伊斟酌这个细项的，甲伊讲这个较大项。对，但是问题是安尼啦，剩无几个月啦。是啊。要迄3成的新兴的医生，敢若要执行就有困难啦，公务人员嘛有困难啦。因为国民党捌执政过，因足了解啊，有牵涉到恁的管区无？绝对有诶嘛！恁的管区的一寡计划，就延前落啦，一定延前落。我看法是安尼啦。你要政府袂胖，真正唔通用这个方式啦，因为要拖真久啦，你那像咧管年前安尼，就是要甲延前，一直延前已经到这个4月底啊，因旧年8月就上来安尼，这地方恁若讲好，大家有讨论，拢嘛无啥物，拢连复位都无啊，我感觉安尼啊，那国民党停讲执政，民进党安尼做，恁绝对伫遐骂啊，是。会当来掠大放水袂？那即摆开始，杜议长你有建议讲，执政党你就掠大放水。咱议长就软啦，意思讲啊，这咱后一处咱来编这个法律，我感觉是这拢会使讲啊，但是唔当牺牲着全体啦，大家才会头绪要食饭啊，唔是干那讲迄3组人啊。当然甲因加薪，咱若有迄个能力，我嘛无反对啊。但是你若讲要甲白做伙男做伙的时阵，你干那要顾鸡卵啦，无顾猪头啦。是安尼老师你佫讲胖啦，讲面啦，佫卖面佫啥？但是即摆就是看讲即个大气氛，咱要安怎来赶紧？因为对真侪人来讲，军事安是较重要的代志哦。如果若这项会当过其他的头过身就过，但是他咧赵委员，恁对地方政府会受到预算的这个卡着，你敢有意见咯？我感觉那新查预算了，唔是讲这新兴的计划像蔡老师讲的，就是有可能讲无法度执行啊。其实只要讲会使伫12月进行发布出去，还是讲会使讲找到方法，还是啥物的话，我相信伫这部分拢有法度来执行。以中华关为例，中华关到有啥物地方性对中央来的这个预算，到目前为止即马喙开沙无涨，无钱落来，应该是有吧？就是希望讲，阁有足侪预算，希望讲。中央政府会使搁拨钱落来嘛？这大家拢希望的嘛。无一定讲今仔日总预算通过了后，这钱个拨来中华啊，对无？迄是看中央政府伊要拨去倒啊，伊嘛有这种裁量权啊，对无？这个是议定的裁量权。安尼通过就无一定会来咯。你的意思是安尼？来听问。我想委员伊的见解是较特别啦。应该安尼讲，你中央政府要拨予地方的预算，本来伫个预算内底就是清清楚楚。你无可能，你伫看伊通过了后，本来要拨予台北市的，我来拨来予高雄。无啦，他讲委员意思是讲搁这路上啦。我紧快安尼啦，咁会？他有可能，当旧年咧，主年咧审旧年的预算的时阵，乌白乱付，乌白乱砍乱删到总额多少都自己删了多少都搞袂清楚啊！你总共旧年的预算，恁总共太偌济，讲袂清楚。行政院甲因讲，我想这大家人还有印象嘛。行政院来讲，你安尼乌白乱抬袂当执行，所以国来实质审查。中央分配这个，互地方的这个。是啊，系啊。伊即马今年要安怎舞，嘛搞袂清楚呢？毋是讲付委了后就无代志啊，付委了后是实质审查呢。
实际审查的时阵，是毋是会搁重演历史？迄无人知呢。所以为什么讲因要爱一部分先放行，其他我再慢慢来甲你聊，慢慢来甲你谈，是毋是这个态度？啊，若准讲安尼是会用的，啊，我就请问，是毋是伫个议会、地方政府内底，地方的议会嘛会使讲啊，我部分互你先叮当，其他咱都豆豆仔来审。无人安尼嘛，你看台北市议会伊的预算拢总过啊，听你讲起来，这摆总预算嘛是真悲观哦。啊，搁爱看，爱搁观察，爱看咱执政党哪像无啥要互伊过哦。好，执政党这意思哦，执政党有材料决定讲要互伊过，我互伊过，袂拖到今仔日啦。无啦，委员，他拄我听第议员的意思是讲。你投过了后，啊，慢慢啊，伫委员会再慢慢来聊，看这，所以快慢是委员会家己咧控制哦。我感觉哦，若要紧，嘛会使紧。啊吼，咱来审查，因为去年是因为足侪预算，啊，佮有足侪法律案过了后，伫立法院过了后，伊一下复议，一下佮不复无执行。对，等等的啊。大家个舞甲安尼乱糟糟嘛，啊，即届大家若有讲有即个强势，讲咱好好来审查，啊，紧紧来通过，啊，按照即个定数，我相信这个爱看讲即个气氛安怎行，啊，伫即马哪像看起来有一个好的气氛的中间，啊，哪像讲。在野党执政党啊，佮有无共款的想法，啊，你要哪怪在野党？迄嘛毋是讲在野党有法度去控制这整个的预算呀，对无？咱头早佫讲到即个态度啦、心态啦，但是咱嘛毋通袂记的呢，啊，佫有台湾民众党的态度呢。即副执行长，咱即摆民众党的态度是对着总预算的态度是，咱要甲国民党徛做伙。好，也是讲无咱一如咱过去啦，咱就好好监督、理性、科学、务实，啊来看讲，啊这几条预算，啊就赶紧过。这6月已经4月21才来复委，已经伤久啊。啊6月15号毋通变做上久的。咱是安怎来看待即摆这个预算要即包要安怎来处理？即马既然就讲，左院长已经去国会报告啊嘛，吼，我相信即马目前是较好的这个。融冰的开始啦，吼，融冰的开始，但是这部分就较多讲一寡阶段性的物件，可能爱看嘛，吼。比如讲啊，吼，比如讲有真侪这个预算的部分，是毋是较其他的条件会搁做伙无？吼，我希望讲是，比如讲，今日已经甲第一项已经解开的嘛，就是净销这个加薪的问题嘛，吼。啊，你无要互在野党用法律的方式，啊，你用行政院的方式去互加薪，啊，其实这个你也较早叮当的，根本就免提这个法律案啦，吼。像这种的代志，就是讲，我较多为啥物讲有咧结开就是安尼嘛？你若讲无要用结开迄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其实足侪物件拢有真好的方式来处理，无一定伫定数上，还是讲法律上啊，用到要视线袂用到，应该是免到这个程度吼。所以希望讲，即马就讲即马沿路已经隔足侪隔啦，即马第一个隔解开啊，吼。后一步、第二步的隔是要搁拍甲硬呢，还是要甲拆开？我看双方拢爱有这个善意出来。啊，若是军购案呢，咱民众党的意见呢？军购案，我相信包括国民党，无人会反对讲台湾要加强这个国防。但是国民党即摆是加恩，坚持加恩。啊，但是我听国民党其他委员嘛有无同款的声音哦。啊，咱民众党是搁3500，搁加落去。啊，4000吼。啊，这即摆恁是安怎想？因为阮这4000是安尼提出的，顶届来节目嘛有说明，就是讲迄是美国国务院吼、国务院吼，因家己公开，伊讲我就是要卖这几项，所以阮就是用这几项来列。啊，即马当然国防部是表示讲啊，美国差不多吼第2批嘛要出来吼，我嘛欢迎哦，我嘛赞成吼，只要伊出来啊，就对啦。
这无什么困难啦，无什么困难啦。哦，这是无啊。老师嘞，蔡老师，你今仔日12这个7大项内面，听讲有这个细项拢出来啊哟。蔡老师，是啊，就是讲吼，咱买电脑要有软体啦，吼，啊，咱嘛无爱买三轮车啦，咱买三轮车都无查无咧啊，咱要买啥？要买着几台的啊，吼，啊，上好有迄个电脑 AI 的啦，即摆重点是安尼啦，因讲的3800亿，甲赵小空讲的8100亿，拢减买几啊项啦，减买啥 ？AI 辅助的系统啊，C5ISR， 这简单讲就是指挥系统啦，这差不多700亿啦，电池啊甲飞弹的大翼，这差500亿啦，台美研发640亿，这几个因去闹交易啊。啊，咱要讲的意思讲，你买遐机械，买遐飞弹，吼，这拢会真好，这装备嘛。但是爱有物件会当操作啦。我要提醒是安尼啦。啊，你若讲吼，啊，若用做生意的公司买卖拢有撇案，啊，有当时啊就是你食物件，有当时啊小可去计着，你嘛是继续去食。吼，当然有撇案，以后恁来国民党出，哦，这民进党的撇案，吼，恁大家来处理，这我同意啊。但是就是讲，今仔美国安尼。再三甲你拜托，再三甲你讲，吼，110亿的美金无够，我搁加起去140亿，吼，啊，拢总250亿。我感觉安尼吼，真正毋通搁讲美国人伊拢袂来啊，人对咱是安那袂歹啦，吼，啊要抬预算毋是袂使啦，但是袂使讲即届讲我着3炮我不管你啊，吼，啊抬甲无够，搁较摕别位的肉来补，啊而且无够，搁叫行政院讲你家己抬。这恁黄国昌党主席过去的做法，这个做法若即届佫出现的时阵，对你的政党有影响啊。吼，啊，国民党要抬，其实我感觉嘛合理哦。吼，但是问题是出伫对，你要有理由啦。吼，毋通讲用这个理由去吹饭的迄个，吼，无人无开放伫外口咧用抬过来用啊，敢有这个这袂通啦。吼，要抬咱会使，啊，但是合理的抬，哦，啊，毋通啊嫌肉要刮去，我感觉这对咱台湾的社，医生毋是民进党的啊！恁的观念拢讲医生是民进党的，毋是医生是国家的。咱这国家社会要胖的话，吼，以后国民党安怎会执政？医生是国家的，毋是民进党的医生。蔡老师，我爱互这副警长来反映一下哦。好，感谢。因为吼，蔡老师咱咧甲咱提醒啦，我嘛是真感谢。但是吼，咱大家会看会清楚嘛吼，咱台湾买。这武器吼，确实有国际上的一寡困难，这大家拢知啦。但是吼，有一寡物件袂使伤合啦。你讲卖低比的，会使买子弹，对。像即种的迄种商购，有即种真离谱的代志，你叫讲拢免怀，拢无怀疑啊，拢好过，这是无可能的。副警长对，你的意思是讲，你有发现，伊本来咧卖地米的，即卖咧卖枪支子弹。这就是顶几个月新闻嘛，拢报出来嘛吼。一寡即甲军购有关系的一寡采购迄个案件，迄个厂商，伊过去毋是经营这个物件的嘛，吼啊，所以国防部立法院嘛，拢有甲一顺啦，这拢是已经发生过的代志，这毋是咱编的，这是事实发生的代志。所以民众党徛在即个监督的立场，互即个好，譬如讲即马今仔日出来即个7大项内面的细目。咱会当来好好来审查。当然，包括其实要讲较深的，包括吼真侪武器吼，讲两年前可能感觉袂歹用，感觉即马因为中东嘛咧烧战，俄乌嘛咧烧战嘛，一寡物件摕去战场验证了，讲敢若无进前讲啊遐好，但是咱可能已经列落啊。比如讲，美国迄陆军的将军，伊则讲陆军部讲，M109迄吼。阮用了感觉袂下，无好用，伤重啊，吼，太笨重，不够灵巧，吼，那种天算的，伊后摆拢不爱买啊。但是咱伫咱这军购内底呢，吼，所以这都是讲伊的变化，吼，伊的变化。所以咱伫咧军购的时阵爱谨慎，所以不得不用一个讲歹听，阮就乌面嘛。我来演后面的嘛。袂啦，为着国家吼，啊有人来做好代志，啊来理性来监督，这嘛是好事啊。是。对呀。啊，我想这个国民党啊，
是算两手策略啊，啊这边啊咱就复位啊，啊但是咱看到，昨顾立雄去甲立法院要做这个军购条例的秘密会议的报告，结果咧，刚刚来一个，就是这个陈永康委员，刚刚伊一个来。田委员，咱讲老实话啦，啊内面较内行的就是这个嘛。啊，所以其他的去敢有效？不是讲无效，是讲伊去就真有效啊啦。啊，问题其他的人拢有投票权，拢会使决定这个军购是要买啊，无要买啊。啊，亲像我咱的副座咧讲的，哦，什么卖茶米的咧卖庆记，啊，请问啊，即摆咱遮的军购条例是要甲迄间茶米店买这个军购吗？毋是吧？咱是要去甲美国人买呢，咱是要去甲美国人要来建军，要来互咱的国防能力更强。啊，美国人伊无爱用的设备，毋是讲伊摕即个来卖互咱呢，迄是美国人伊认为讲伊不合用。你确定吗？美国人不合用哦，毋是讲表示咱不合用哦。我们要用哪一种，还是要针对我们自己的需求吧？啊，针对咱家己的需求啊，啊，强啊，伊有啥物款的武器，咱用啥物款的武器来甲伊对抗，才有法度发挥上大的力量。这才是咱要采购，咱要互咱的军事搁较强大的一个上大的目标嘛。啊，美国人伊也毋是即句就要去甲阿强啊相战，所以伊即个物件伊有下用无下用，迄是美国人的代志。重点咱要买的是爱咱有下用，应该爱讲的是讲。议员，你的意思是讲，伊好用歹用，咱也是。假使讲伊若讲歹用，咱嘛是爱摕来看卖讲，这到底有符合咱的需求对啊，啊，咱是安怎？啊，这嘛是一种理性审查的态度嘛。这拢袂使讨论的啊，这毋是袂使讨论。但是即摆伊是根本就拢无咧讨论啊，啊要讨论，佫拢无爱来。无，议员我你报告啦吼，迄 M109A1 迄项就千几亿啊。你买来用了袂好的时阵，袂下的时阵要安怎吼？就是讲迄无法度安尼处理啦。咱一定照专业、照定数来讲，国防部应该表示的态度。确实，国防部会使真明确讲啊 ，M109啊，对美国的战场袂下，但是对咱的战场会下，不要紧，咱买不要紧，OK 啊。你也我保证，我能买嘛，因为专家拢是恁军伫咧国防部真济嘛吼，所以我是记一下例，无一定讲完全要反对。但是一寡物件无讲好清楚的时阵吼，这是社会袂通过，而且你也知影讲，你较了解，我想蔡博士嘛最了解。咱台湾的军售的时阵吼，毋是讲台湾想要买啥就买啥，这是真明显的代志吼。啊，这种样吼，但是还佫另外一组爱听国民党即马的态度，这秘密会议来陈将军一个，啊，其他的真无用哦。我昨昏拄好，阮委员会无审查嘛，啊，所以我个无来立法院，啊，所以无了解这个问题哦。毋过我相信哦，国民党哦对着这军购的这所有的代志，拢做慎重的，嘛做想要买军购。啊，大家知影买武器，毋是讲咱台湾要爱啥物，美国给互咱啥物。过去是安尼，未来。唔知有法度改变，咱要爱啥物，伊无一定要互咱啥物，但是咱无爱啥物，伊有可能互咱啥物，敢有安尼？这我嘛无了解。哦，这是主持人讲。无，我有蔡老师啊回答一下。伊这 M109A7的自走炮，我较早是这个单位的啦。哦。我要甲你讲的意思吼，那是反定律。伊即摆若起来先用这拍，吼，啊当然伫中东的战争有可能无下用啊。吼，但是伫台湾无代表无下用，而且因即个演习有讲，海马斯即个火箭，因上惊的，因为这是攻击性的武器，它有300公里啊。吼，啊，这个意思就是讲，下落飞当然啦，你比如我囥伫金门，伊爱直直刷摕伫后壁呢，所以因即个放掉讲好，这绝对袂使买，吼，啊，当然恁就讲好，啊，这夹起来足侪钱，但是。我感觉是安尼啦，这是交美国讨论过，美国讲恁买这啊，这拢是发计书，啥物意思？就是发票要开出来，你就是爱sign啊，因为你
过去讲讲你要买这，吼，啊，那嘛讲会使，计小超好啊，开发票要互你，你甲讲无爱，倒来甲立法院阮来定性审查，迄庭事无人安尼，迄是你家己讲要买的，啊签落计小会使的时阵，较有法计师的部分啦，吼，迄毋是估价单啦，吼，毋是卡达洛库啦，吼，这军售大家拢足知影这个庭事，吼，啊，我要甲大家建议，伊即马讲吼，这无人机吼上好卖伫。因为咱有家己生产无人机嘛，吼，差不多过6万只，20万只哦。啊，这台湾的公司嘛，吼，啊以后伊若我都家己生产，啊对台湾的产业好，对国民党这考虑经济的部分嘛，应该是袂歹较对啊。我想拢无，想到你要反对这个啊。无，这个部分，国民党的意思是讲，卖摕伫特别预算内底，是讲摕伫每一年的各项预算内底。啊吼，咱大家会使了解讲，每一年来做，啊吼来看讲，这个公司做了好无？咱无一定，咱袂反对讲，咱台湾的公司来做这个无人机。啊，委员，是，我安尼来看，是，因为公部有讲一年差不多80几亿会使，啊，都无够开会编特别预算啦。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啊，毋是讲无爱编伫一般预算啦。伊的意思是讲，啊，迄都无够开，啊，所以咱会全部甲。吼，甲包做伙安尼啦，啊，你会感觉讲哇，这8年遮济，其实毋是安尼啦，其实毋是安尼。啊，当然，你若有同意讲国内无人机的公司若会当出一寡力，啊，你请好啊，我同意，我赞成。啊，安尼若是独做8档来创，啊，今年敢袂付气？今年的预算都无踢入去啊，安尼敢会付气？哎呀，你若预算甲伊通过，我相信国防部一定，因拢知影讲爱找谁来做这工课啊嘛，对不？无人机爱找谁，爱找倒一间公司，我相信因拢有这个方案伫的。啊，只要会使签一个就对啊。会使发包出去的话，我相信今年就算讲6月通过，伊嘛是有法度。开一张 rain check， 叫伊先明年才弄入去，还是安尼吗？我想政府的预算毋是安尼黑白乱开的啦，毋是黑白乱开。政府是。咱有这条预算，咱才开始开这个标案。你袂用先找人来讲，啊，你有咧生产，你有咧创啥？6月通过的话，我看伫年底嘛有可能会使甲这个预算处理完毕。我是讲的意思是。No， 我安尼讲，你6月通过，伊开始爱来设计伊的标案嘛，对无？标案出来了后。啊，你着当作真正有人拢会来标吗？你若准讲政府这边咱的预算甲厂商因的成本是无下的，谁要来标？对无？啊，所以你嘛是爱有可能讲，毋是讲我标案出去我都一定会得标，都有人会来标。啊，可能会有流标，或者是需要更改规格，拢有可能，因为市场。会有变化嘛？市场伊的规格是安拢会有变化。我的问题就是讲，他这个赵委员意思是讲，像这无人机甲台湾厂商的关系，咱就是当年偏伫预算内面。但是我的问题是讲，啊，今年都未付啊，今年的预算已经未付啊，一定未付。啊，未付是要安怎？未付爱当稳准今年头一年先放伫这个军售案内面的，敢会使安尼？无安尼袂付气啊，应该是伫个特别预算的部分放入去，啊，互咱会当先去进行这部分，因为今年度的预算甲咱迄个无人机的发展，这是老实讲，这是尾啊才提出来，咱的年度预算是较早提出来，所以咱应该用特别预算先去执行这个部分。如果咱的这个飞鸿工艺特别预算顶头写一个条款，写一个附带书，讲啊，你第2年开始爱编制各项预算，安尼恁会当接受？我感觉吼，这爱看讲，其实啦，我感觉只要讲，无人机的部分，若放伫年度的预算内底，我相信啦，只要国防部要做。也是讲超过一丝啊，咱嘛是会使协调讲，即马标袂出去，会使搁标一届无？会使搁，我看行政你拢有各个
部会拢有这种的方式啦，所以嘛免讲讨论讲，行政院可能无法度做。你爱想讲，行政院有法度做，啊，若无法度做的话，即马通过这个特别预算，伊敢有法度今年就做了吗？伊嘛无法度，嘛使等到明年嘛。应该安尼讲，咱的特别预算是要打造飞鸿供应链，为什么无人机要踮台湾家来去做？就是因为咱要互咱的上下游整合，我们有一个飞鸿供应链，未来咱除了咱的这个科技业以外，咱的国防部分也可以创造一个这个群山嘛，对不？咱的护国群山出来啊，所以这咱爱为特别预算这边针对咱的需求，针对咱特别需要的所在，以及咱上重要，咱是飞鸿供应链的一员，咱的部分先来做，做了后，咱做了袂歹，然后我们就例行性的，甚至咱会使去趁外国人的钱啊，那你一下啊，家己放在咱的年度预算，年度预算是今年才有法度放的，去年编的是今年要用的啊。预算就已经不是在这里面了。我来问吼，因为这摆这个条约是同意用民众党的版本来进行着这个特别条例的审查吼，用这个民众党的版本，所以我要来问副执行长吼，那是像这种代志，你还是认为讲袂使，你这无人机的预算，你得放伫这个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你的国防预算来，你莫参伫遮，还是讲无啦？你今年头一年我先互你过，啊，第二年了我负责弹书，啊，你偏伫这个国防预算内面，今年先我安尼先过。以今年咱的这个对外采购来讲吼，无人机即摆主要是采购美国这边的啦吼。啊，当然有一寡商售的部分是要对内采购，但是阮是甲阮的看法嘛是讨论足久，但是认为讲吼。照步行啦吼，也是放伫一般预算较好啦吼。啊，今年吼，咱的一般预算国防预算已经要上跳啊，9400几亿吼。啊，讲国防部讲啊，咱编9000几亿啊，剩迄偌济几十亿的迄个无人机无通放入去，9000几亿啊，剩遐80几亿是偌济，放袂入去。这我感觉道理上敢若。毋是啦，今年就安尼就袂负气啊，无我抽转来搁下一摆。比如讲台湾即马吼无人机咧发展吼，你像嘉义民雄遐一镇吼，足侪厂商的吼，拢真拍拼有影吼。但是嘿，咱你也正经要扶持伊吼，爱有步骤啦。啊，特别预算这部分无人机，你要用这个，你也讲国防部有啥物特别的考虑？吼，要用即个特别预算啊，讲好清楚，咱毋是袂使讨论的，吼啊，但是理由爱充分嘛，是毋是？系啊，吼，这因为吼，咱接到一张批，咱这立法院接到一张批，就是美国的这个参议院会下来，我特别关切的，咱这应该是某种程度，除了美国政府的压力之外，美国的民意机构。国会嘛来甲咱讲，你做好心的，所以这算作是条约和解的基础嘛。我这部要问民众党，我问着蔡老师，对你这个国际政治来看，这项代志是至关重要，还是讲无啦？国民党因为去到中国甲习主席已经见面啦，而且这个传习会还未发生着。啊，佫唔知影咧。根据我去美国的答案是安尼啦。伊讲吼，伊若敢调动伊的军队要来欺负台湾、侵略台湾的时阵，阮美国人会出面啦。所以因决定会出面的时阵，伊看恁伫遐安尼抬甲火老火滴，伊当然嘛感觉讲安尼唔对咧。而且因的国会议员真重视这件代志，人佫来啊，批嘛写来啊。啊，恁记得伊的先拢好面情况，好，阮拢足支持的啊。啊，但事实上，这个无人机的部分是3350亿啦，一年84亿，互你8年嘛，才600亿啦，无法度放伫遐啦。我甲恁报告啦，吼，这毋是讲咱替伊讲话，啊，迄个头较大心无法度放伫遐啦，吼。啊，美国人当然你会当感觉讲，啊，这是毋是吼？因恁拢过去的武器无交还完，吼，你会当甲
意思甲因讲吼，恁着爱较整迄个较张持的哦，吼，物件紧交我，我感觉这合理啊。但是恁一直咧怀疑讲因袂来斗3工，但是咱逐工咧做的代志，就是要甲迄件说明讲，你绝对袂使甲我侵略台湾哦，这毋是你会当主张的哦。台湾海峡毋是内海哦，但是恁的主席去讲，啊，着外国莫介入啦，我是足惊的啦。吼，美国真正真天然啦，吼，啊，咱台湾咱家己吼嘛拍拼，吼，啊，两个合作伙，我感觉以后国民党执政，这条嘛是爱买啦。老师，啊，你认为全社会了后，敢有会产生传播对咱台湾态度的变化？袂啦，因为吼足简单的道理嘛，生理上伊会当甲中国去撬啦，吼啊，但是伊若感觉讲，我交中国撬的代志，伊最后拢无做的话，但是台湾这个军售几礼拜就要宣布安尼，有可能伫全社会进前咧。意思啥？伊较早讲的，台湾就是台湾，甲我甲中国咧讲的代志无关系。当然有可能伊会落软啦，讲两句好听的啦，咱知啦，吼啊！但是事实上，这个国际情势爱判断得正确，吼。伫台湾袂使一直讲吼，啊，拢怀疑人无爱来，人啊真天理啊，吼啊做到安尼啊，你搁伫遐怀疑讲啊，拢袂来啦，因都无可能的，袂当信任伊啊。你毋可去相信迄个要甲你欺负的人啦，讲因拢足好的啦。来，我先互第议员吼来讲两分钟，小要互谢委员来做一个总结来。我想吼，咱莫讲美国有天然无天然啦，我们为客观的情势来看，美国甲菲律宾甲日本这两天毋是咧军演，对无？啊，咱伫咧第一岛链拄好卡伫中央啊。如果你是川普，你是毋是希望台湾是爱我食的？美国伊无一定会要去徛喺啥人的立场，但是伊绝对是徛伫咧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在看这个代志。所以以美国的立场来看台湾，你台湾也是徛伫咧我美国这边，我当然会听你啊。但是如果你互我认为讲，你台湾是甲阿强啊徛做伙，我就甲你为敌啊嘛，对无？所以咱要保护咱家己，咱除了咱家己爱有自我防卫的能力以外，上重要的，咱是民主自由的国家，咱哪通去甲阿强啊徛做一伙？这是最清楚的代志嘛。是，来，谢委员，这亲美啊优中啊这要安怎用？但是伊就是爱叫你选一个啊。蔡老师甲迄啥第二话讲甲吼，那像讲国民党拢甲中国徛做伙，我讲咱国民党是亲美友陆啊，毋是讲以美，就是讲全部拢靠美国。咱嘛希望讲会使甲中国来对话、来讲话，啊，互大家希望讲未来两岸是和平的。啊，这是阮的主张嘛。啊，阮嘛无讲歪买武器啊。那讲歪买武器啊，为什么陈主席即摆要去美国咧？对无？伊若要去美国，啊，伊哪有可能讲歪买武器？我哪像无听到这呢？啊，我相信哦，这部分未来咱就是买咱台湾需要的武器。啊，对着这讲到这无人机的部分，我相信一定是。整个的辉煌供应链对着台湾的制造业较有帮助嘛？啊，这部分咱未来伫安那放伫年度的国防预算来做，我相信咱会使想一个办法来帮助咱家己国内的产业。啊，这部分是会使的。啊，咱爱安那来做，这是未来咱的政府共同爱来想办法的。啊，嘛莫讲，莫大家拢讲，啊，你国民党就甲中国徛做伙，我感觉这是毋对的。咱对着这两岸的政策，阁是咱爱亲美友陆，这是无变的事实。谢委员，你这是代表陈主席的立场吗？这是国民党一直以来的立场。哦，安尼我好第议员就我想哦，1分钟。国民党一直以来拢是两手策略啦，吼，两手策略。伊即马就甲你讲啊，
军备一定爱买，哪会使无买？绝对爱买。但是伊又搁开始徛空，所以一方面讲要买，伊知影讲伊绝对袂使讲这个军备无要买，袂使买，因为民众的反对啊。咱为民众的这个民调，咱就看会出来，台湾的民众是支持爱有自我防卫能力的，所以伊一定爱讲，爱买。但是安怎？你看嘛，一条2500亿的预算，8年伊甲伊舞到剩3800亿加 N 是偌济，还佫唔知影。所以咱就会知影这部分我看落来看，刷来到6月15号进前，听基言关机行哦。系啊，迄实质审查才是因的猫腻所在啦。哦，感谢四位啦，今日时间也无够，感谢。谢谢，佮报一点钟啊，报一点钟好啊，老师，来，咱继续来，来，继续。讲甲半。